有鋪面，有招牌，有人租咗嚟。啲無招牌，即係呢個空位冇人租，生意難做。出到嚟呢度旁邊直頭冇人行路啊！今日星期日，可能會比較少啲人。呢邊都係呢個新街市啊，只有你諗唔到，冇乜嘢係你買唔到。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我個新視頻。今日係7月19號，即係星期日。所以大家見到而家我喺緊平西街市，即係我哋華人成日講個新街市。而家係早上10點，我係阿海，大家跟我一齊行一圈平西街市，即係新街市，睇下呢個悠久嘅歷史個街市如何經營。如果大家覺得視頻好睇有趣，記得俾我一個點讚、評論區留言同埋關注我，多謝大家。我啱啱從正門入嚟呢個新街市，而家係差唔多10點鐘，唔係好多人。一入到嚟就見到都好多鋪面開檔做生意，但係冇乜客人啊。左邊呢邊專賣手袋、行李箱啊，上邊都有寫。每一個區都有一個標誌，即係賣乜嘢，專賣乜嘢。我行入嚟呢度係入邊中間平西街市個設計係4方形，已接近100年嘅歷史悠久啦。從1928年開始建立，到1930年完成呢個平西街市，即係新街市，係一位華人創立郭譚先生。中間呢度係紀念着郭譚先生創立呢個新街市。1928年開始起，到1930年完成，即係有差唔多96年歷史啦。呢個新街市，我啱啱行去呢個區域係賣乜嘢呢？睇唔到清楚賣帽。賣好多帽啊！大家望呢幾得意入邊好多鋪面都開緊鋪經營，但係客人係冇幾多。我左手邊去呢度係賣廚房啲用具啊。喺新街市度大多數都係華人，都可以講廣東話潮州話客家話甚至係普通話都得。呢度乜嘢都有得賣大家想買乜嘢呢度入嚟都有得賣。日常用品至到海鮮海味都有得賣。呢度買乾貨，冬菇紅棗提子
啊，乜嘢都有。有埋米，乾貨海鮮都有大家。呢個新街市啊，只有你諗唔到，冇乜嘢係你買唔到。咁樣講簡單啲。先行上一樓啊，上一樓啊，拍視頻睇下上邊有冇咩俾大家睇。所以鋪面開檔唔係幾多。大家見到啦，上面度有個招牌，即係呢個鋪面有人租咗嚟，即係有人經營。如果上面冇個牌啊，即係嗰個冇人租。都有好多出租同埋轉讓。今年生意大家覺得都唔係幾好，所以出租都比較多，轉讓都係。而家我哋行一個圈俾大家睇，喺呢個區域度有冇乜嘢特別啲拍俾大家睇下。大多數都係大家覺得都係賣啲日常用品比較多，都好闊啊！簡單，呢啲有鋪面，有招牌，有人租咗嚟。呢啲冇招牌，即係呢個空位冇人租。位都比較多啊，唔少嘅，生意難做。出到嚟呢度旁邊直頭冇人行咯。今日星期日，可能會比較少啲人。邊都係。
大家覺得都冇乜客人啊，個個鋪頭都比較傾閒偈得多。好少鋪頭開檔，今日星期日。呢個新街市市場係主要係禮拜一至到禮拜六係比較多人，因為呢度係岸最大嘅批發市場，所以會上班時間會比較多人喺度入貨攞貨各種各樣。今日星期日所以比較少。一樓頭先條街大家我都覺得佢賣零食嘅多。零食同埋日常用品。大家可以睇到呢啲嘅轉讓個鋪頭號碼1405號轉讓。嚟到依區係好似係賣衣服、賣衫褲比較多。都覺得冇乜客人大家睇到。比較少，新街市嘅面積好大嘅，大家。據我所知係新街市即係坪西街市總共有差唔多2000個鋪位出租，好似咁樣個細細咁樣啦。差唔多喺坪西街市係2000個鋪位，呢個出租呢個鋪位出租。頭先個平嗰邊係零食區，而家嚟到呢度係賣衣服，但係頭先而家大家都覺得冇乜客人。而家我企喺喺1樓正門度，呢度係出邊頭先我喺下低呢度啦，從呢度門口正門行入嚟，企喺1樓度望出去都幾舒服都幾風景都幾靚。可能今日星期日啦，好似頭先我講咁樣，大家星期日就比較少人嚟。1樓呢一區係賣衫褲、賣衣服。下邊係賣越南傳統嘅衣服歐亞喺度賣手袋行李各種各樣仲有係咪名牌貨呢啲我
我唔了解啊，大家。總之啊，大家只入嚟參觀嚟問一問啦嚇。全部都係賣衣服，哇！一行入去度，全部都係賣衫褲。T 恤、牛仔褲、睡衣、短裙，乜嘢都有。價格都算幾平，唔算貴。呢件襯衫10萬蚊都幾平啊！10萬蚊你大概3個半美金啊！按越南盾對出美金計嚇，仲有大家喺邊個國家係按美金自己計喺幾多錢？一樓全部大多數到而家我先而家睇都係賣零食同埋賣衣服算多。我哋下低行一個圈俾大家睇下，到呢度係專賣啲乾貨、海味貨。啲咩菇啊？大家好大個，未見過呢啲菇。菇未見過，好大，大家知道冇？好多外國朋友都嚟呢個新街市嚟參觀啊！因為呢個新街市都歷史都幾悠久，差唔多有100年啦。呢個係越南傳統嘅啷啦，呢度入邊乜嘢都有，想買乜嘢都有，從家常用品海味乾貨廁所嘢廚房嘢你想要買乜嘢都有。怕你諗唔到你要買乜嘢啫。呢個街市面積都好大要行晒一個圈都要成半粒鐘啊！呢啲嘢嚟嘅，大家知道冇？呢個我知道，呢個菊花、乾菊花、冬菇，我真係唔知。但係嚟到度聞到一陣啲藥材味都幾香啊！廚櫃啲嘢咧，而家行嚟行
都唔知道行到邊度啦，就呢度唔攝路可以蕩失路都有啊，因為呢度係四個門面，行嚟行去好似氹氹轉咁。到後邊呢度係專賣飲食區，都好多鋪頭都冇開檔。星期日係個個都休假，街市場都放假，冇上班啊。直接煮，直接有得食，現煮現食咯。有賣啲拜祭嘢嘛，真係諗到你都諗唔到有賣啲嘢。拜祭香蠟燭都有晒。想有乜，想要乜有乜啊！真係元寶蠟燭香，乜嘢都有，真係估你唔到啊！大多數都係有賣批發，有賣零售，全部啲零食，各種各樣啊，好多種零食。有啲係越南自己生產，有啲係從中國入口過嚟。越南生產都有，中國入嚟都有。出租都好多啦，出租同埋轉讓鋪面都好多。大家都睇到時勢唔好啊，經營唔好。都見到啊，封鋪都好多。雖然係話呢度有差唔多2000個鋪面，但係實際上經營到下都大概差唔多60%至到70%度啦。今日個視頻到呢度為止啊！大家帶大家行一個圈。平西街市係好似我哋當地人叫做新街市，係一個表象特徵喺堤岸度一個悠久嘅市場。
祝大家今日一日充滿快樂開心嚇，就約大家下視頻再見，拜拜。